子明，今年11歲。我已經喺元朗體育會學習競技體操4年，好感激潘景雄教練一直用心教我，令我由一個初學者慢慢進步到可以代表香港參加比賽嘅運動員。而家我更加榮幸成為咗香港競技體操嘅運動員。喺今年10月，我哋有一次代表香港去泰國參加極體操邀請賽，喺吊環項目亦都取得唔錯嘅成績。過去2年，我代表元朗體育會參加全港競技體操公開賽嘅，喺自由體操、跳馬同個人全能項目都拎到獎項。每次訓練同比賽都令我更加堅持同相信自己。今年好榮幸入選2024至2025年度傑出運動員選舉升中之星候選人，多謝評審同各位嘅支持。我嘅目標係繼續努力，將來成為香港精英運動員，代表香港參加更多國際性比賽，為港爭光。多謝大家，我會繼續努力。